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歹罗累鼓，歹翁累某。这个意思是伫团体中，若有一个天兵，就会连累大家；若是见着人，就会被拖累。因为锣伫乐队中，主要是控制节奏。这个锣点若卡唔对去，鼓点就会乱，规乐队演奏就乱去啊！讲到见着人，像这位小姐，身躯藏毒品，互警方抓到，这个调查才知影讲，因先生因为恐吓的案件被通缉，为了避警方的追捕，出面去说厝，搁替因翁运毒品。也有一个越南人寄来台湾，想要讲因先生不是善良的老百姓，唔那改做趁机搁兼卖毒品，为了避警方机无定所，有路无厝，逐工住宾馆，一工换一间。那寄到这款翁，心情真正袂轻松。今日这讲俗语是歹罗累鼓，歹翁累某。